我是乐乐，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嘿嘿嘿嘿。在某个城市的角落里面，住着一位神奇的动物医生，他可以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，并且帮动物们解决疑难杂症。今天，医生又遇到了什么奇妙的事情呢？医生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来啊！伫倒位哈？这里啦！哦，原来是你哦，阿达，发生什么代志哟？医生，我无代志啦，是我的朋友阿妙。人好多，车子好多，这里是哪里？我是谁？阿妙，你先冷静了来，你们先告诉我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是这样子的啦，这天啊，阿妙放假，我邀请他到城里来玩，结果，阿妙，你看，在城市生活真的很方便吧？每天啊，都有人类浪费的食物可以吃，你看，我都吃胖了。真的哎，好多我没有看过的食物哦。你看，有披萨、蛋糕、蚵仔煎，还有火锅。来自世界各国不同的美食，吃不完的餐厅，简直天天在过年呢，好像天堂哦。不然你在乡下都吃什么啊？我吃米啊、青菜啊、杂草啊、番薯啊，是也吃得饱啦。好大声！那是什么声音？你不要紧张啦。那个是汽车，这里虽然有很多吃的东西，但是也有很多车，我们一定要小心一点。城市里的人好高哦，好怕被踩到哦！有2只老鼠，快把它们抓起来！哎呦，我们又没有要对你们怎么样，不要那么紧张嘛！大家快来啊，快来帮忙抓老鼠哦！快逃！被抓到就糟了！阿妙小心一点车子很危险的。就是这样，阿妙他差点就被车子给碾过去了。你们城市的老鼠生活好紧张哦。不过你的身手蛮敏捷的哎，真是看不出来，呵呵。阿妙，你好了。应该是他都在想过紧张啦，现在休息一下就好啦。阿达，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城市的生活，我还是回乡下老家去好了。那不然下次换我去你们乡下住住看好啊，虽然我们乡下没有车子跑来跑去，不过我们乡下可是有蛇或是猫头鹰会把我们吃掉哦。那听起来好像很刺激耶。我相信你们都会适应得很好的。老鼠这么有生活智慧，会挖洞，会囤积粮食，而且还很团结哦。遇到同伴有困难，一定会出手相救。对医生有一首歌就是在形容我们2个人感情很好的这个事哦。那呢，该不当去吼我听，我也想要学。没问题，医生来，我现在来教你。扭起扭起，吃什么？吃米吃菜吃番薯，你一嘴我一嘴，大家吃饱真欢喜。哇，这条歌是在讲什么意思哈？这首歌呢，就是在说我们老鼠很爱吃东西，也很团结，只要大家一起吃得很饱，就会很开心哦。那呢，我们现在请乐乐来教我们这首歌的台语吧。要开始咯。老鼠，鸟气，鸟气，米，币，菜，菜，地瓜，番薯，番薯，吃饱，假爸。各位小朋友们都学会了吗？那我们再来学一次这首歌吧。耶！扭起扭起，吃什么？
食米食菜食番薯，你一喙我一喙，大家食饱真欢喜。鸟鼠鸟鼠食什么？食米食菜食番薯，你一喙我一喙，大家食饱真欢喜。乐乐有频道喽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哦！嘿嘿嘿，哈哈。